哭泣，哭泣。做唔得研究字，自家爱上较快的话。做唔得研究字，自家爱上较快的话。做唔得研究字，自家爱上较快的话。你不能一直哭，自己要想开一点。你不能一直哭，自己要想开一点。你不能一直哭，自己要想开一点。聽檢，聽檢，聽檢。定睛，定睛，定睛。一當中醫也當眠床，也交付1萬元做聽檢。一當中醫也當眠床，也交付1萬元做聽檢。一當中醫也當眠床，也交付1萬元做聽檢。他很喜歡這張床，立即付1萬元當定金。他很喜歡這張床，立即付1萬元當定金。他很喜歡這張床，立即付1萬元當定金。以煙，以煙，以煙。醫院，醫院，醫院。阿伯身體唔好，接去醫院看病。阿伯身體唔好，接去醫院看病。阿伯身體唔好，接去醫院看病。伯父身體不好，常常去醫院看病。伯父身體不好，常常去醫院看病。伯父身體不好，常常去醫院看病。如果唔係貼買本同行嘅人講，唔係個人養傷嘅習慣，睇較快啊！錯啊！硬墊，硬墊，硬墊，出電無？那師傅嘛通用啊！嗱，我冇太冇聲，生日乖乖啦。哦。你참冇去公安度，要幾冇嘅？你咩事啦？哦，魔女公主又到來哦！羅亞賢，那是冇講啊，你嘛佢全冇講啊，我發誓。神啊！唔用我講那多年，佢到什麼朋友，面面楚楚嘅。我好好嘅講，面楚楚嘅講，面面嘅講，全就講嘅，我真嘅唔係溫柔嘅。細個，做乜嘅？一擺事情，當太細。唔過拜託，唔可以關愛爸爸好冇？拜託，拜託，拜託。唔會啊，哪會啊？上下，打算愛萬年夫婦啊，當愛情義嘅理由，老夫肯定講好來啊。其實，李夫婦清太嘅功用唔係諾切嘅，上下還會大互補。真勁哦！真勁啊！我接拄着家屬老愛拜託，唔去老愛爸講兩班啊，按樣啊，你係娘嘅意見哦，唔係愛嘅哦。所以像你爸這種直接殺上來，然後興師問罪的。